台东拢来回绿岛甲兰屿的船票主运系统，车资互海客入侵，定位的名单拢无去。明仔载就是51个连假，目前系统煞是还未修理好势。业者目前是改用人工卖票，若准是透过旅行社订票的团体游客有定位的记录，是无啥影响。不过，若是一般民众，就要想办法提出定位的证明，才会使卖票。51个连续假期前一天，已经有游客买坐客轮去绿岛甲兰屿度假，暗过车资，国家离岛客轮业者联合的巡游网定位系统互海客入侵，所有定位的名单全部消失，造成游客无方便，恐见影响51个到离岛的定位。当我们实际到，就是他们就通知说，因为网站被害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票是都没了。然后我们刚刚来的时候，就是有重新在现场再付一次钱。我们之后听到就是说这个网站是系统有问题，然后就提供截图给流传网站子，就可以拿到票了。香港局东部航务中心要求客轮业者伫网站顶悬公告隐形措施，保障游客权益。若提出定位证明或者是制度拢无问题，旅行社强调有为团体游客留定位证明影响无大，不过对散客可能造成影响。船公司这个部分我也有求证过，他们是说他们已经在做紧急的处理了。旅行社就直接电话去跟船公司来预约，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对团体而言来讲，影响到有限。51个连续假期目前绿岛兰屿的订房率差不多60成，不过船票定规伫系统备订当进行是客满，要提醒游客坐船进前上好向待定船费的旅行社面熟，或者是业者来确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